不风灾过后，屏东可以顺在其产业陆续恢复，不过口卡头提成下降，用出唔托而恢复育唔嘅易困难，而顾到在民生法。屏东县政府推动育贴唔育唔嘅，希望啲临别加动东港一条在企嘅唔托来做一条能发展计划。你若设置家己的土地顶啊，含这个业者有合约啊，定七啊，发电量增高，地主也好啊，业者嘛拢好，安尼这个才是最佳的模式。用2分半的土地来做利益，一条能业者留地主签约，票土地，同时拜托农民平常爱出爱管理。特政业限做的本岛4%到5%无天差的每天的钱。县政府按说，农民做的特政业有3万元的收入。我们要考量说，最终得利的人是谁，这个才有意义。太阳能产业当然是高科技产业，他们赚钱，他们外销比内销更赚钱。那么他们永远都是赢者，输者是广大的土地跟民众。所以站在县政府立场，我们不希望用征收的方式，我们希望每一个农民都能够得利。伊一个算算的了，我听一个惊一个，我就直接甲因质疑讲，你是毋是变仙啊？哦，因为时阵伫在地者租土地，甚至灾区一直无人敢来的时阵，阿波罗要来灾区才斗相共，哦，这我介感动啊！其实台湾发展一条呢，已经超过20年。早在1986年，政府就开始补助按一条呢热水器。不过考卡到热州建筑物砸档一条条件，让一般民众对一条呢唔了解，一条呢的使用还是当有限条。一般人想要享受太阳能，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。像很多公寓啊、高楼大厦，他们想要装太阳能，受限于环境的影响，也没办法装。还没装设的之前，他们都对太阳能系统，尤其是热水器系统，他们会存有怀疑，然后怀疑说，会不会热啊？会不会很耗电啊？怎样？到一下为止，全台一条呢热水器普及率竟达到6.4%。不过，这些家屋档按一条能表发电呢还是动少。因为太阳能发电，毕竟它现在它的成本还是很高。好，我举个例来讲，我今天家里的热水系统，我要使用太阳能的话，如果我经过发电，太阳能发电，再来经过电热管烧一桶热水出来，足够我使用，可能要投资差不多60万。但是你使用热水器的话，可能6万块就可以做起来了。因为一条能表的成本很高，故所推动一条能发贴，还是要上的道理。经过6年的讨论，国内总算在去年通过的再生能源法，用以土贴10个人的月无天差的需求加息，强制台贴需求一条光电天力，也按算定2030年出来达到150万千瓦目标。10千瓦以上的话，它是有将近13块的这个收入哈。这样子我们有算过，如果这样子，它用很简单的屋顶直接排站的这种方式啊，它很可能5年6年就回收了。接下来它就只要大太阳，它就好高兴，就是不断的赚钱。如果这样子才有意义啊。不过，需求加是广告还蛮营业，因为民间一条光电的生产数量太多的，可能会超过公部门按说需求上限的一半，故所高铁业可能会调高需求加息。才刚刚公布多久，就马上要跌2块钱，那后年怎么办？那大后年怎么办？我们目前的黄金交叉线都要那么久了，那如果再往下降，所以普遍的业界都希望就是说，政府在这一部分，其实这是一个国家的长远大计，应该要政府是要大力的去推广的。当他13块的最主要目的是，他这样子算，他也知道这样子是最人家可以来的嘛。如果它降低的话，人家就算的经济价值不够，他就不是说打多少折，很可能就是几乎就全部都不会来申请了。那这样子造成就结果就是你这个东西是失败的。99.5% 以上的这个能源都是进口的啊。站在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国，如果从国家战略地位来讲呢，我们都应该好好发展这个再生能源。
好，那再生能源，你如果现在不有一点诱因啊，那当然可能大家投资的意愿很低，所以应该在这个起步阶段，还仍然是要以比较优惠一点的价钱哈。那10几块，我觉得都不算多了。除咗數據加息問題外，各地發展嘅熱條能發電系統，無論係位於台南嘅南科站，亦係高雄市運非廠一條，都將係作為建築物本身嚟用。根據台電嘅報表統計，看得出，一直到今年6月，整件並年度台電天苗嘅熱條能發電量還係零。最大問題就係發電唔穩定，可能會造成台電供電系統當頭跳天。台電面臨到這種很多小型的再生電網再生的這個發電系統，那這些發電系統併到台電去，對它來講就是一個穩定度的一個隱憂所在。如果有任何電力品質不好啦、斷電啦，絕對人家賣的是賣台電，不會賣一般再生能源的這個供應者。長期推動綠色能源的學者行家講，高數據加使以外，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也應該保證穩定供電。你再生能源如果有15%，那理論上來講，我的傳統能源是不是可以減少15%？可是因為你再生能源不穩，那造成我台電這邊我隨時都要準備15%裡面來供應提供你這個電。是不是？那這樣來講，事實上本來就不合理嘛，對不對？那這樣對整個國家來講，這個我們經濟的效益來講就不好了。所以應該呢，你 local 要一些儲能系統。來，請進。OK， 我想我們這邊是一個綠色能源示範屋了哈。那我們這邊有配備一些家用電器，就是直流電，像這個直流電視機。再生能源唔拉問題，不過又係下一擺天朝去做嘅。故所相關的用電設施，行家較早就會準備，其中改變一下用嘅交流電系統，專做這條電，行家係先行之一。再生能源本身的特性是不穩定，所以說它出來的電基本上是以直流的形式來展現。那所以在這兩種考量之下呢，我們應該發展直流微電網，把這個發出來的電優先提供給我們的電器負載使用，那多餘的再賣給台電，不夠的跟台電買。優先用再生能源供應呢這條鐵，唔但將做嚟減少電流嘅轉換，天氣用品還可做嚟降低235嘅天然處理成本。這些再生能源都是直流電，應該出來的電直接使用，而不應該說把直流電轉成交流電。當你要用的時候，又把交流電轉成直流電，多了2層的轉換，效率大概損失了8到10%。批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。或者按照啲全台建立3層嘅這條微天苗，大概事業360億元，雖然適當到錢，不過生意業本田就賺來嘅。下一擺係講做啲推廣到沙區，也係單價延續，做啲唔是哈哈按意式傳統能源。大概1 kW 的話，用到的是屋頂面積大概3坪左右，那現在效率提升了大概2坪半。所以說，一般家庭如果屋頂上有個10幾坪，那提供給自己用電，我想小家庭因為電器產品效率提升了，事實上都夠用。像今日全國用電量4%嘅再生能源，也係一啲開始嘅階段。而正見做到台灣貼傳統能源，係要當長嘅路去行。不過面對全球能源越來越少，氣候暖化危機，台灣係個唔重視，下一擺嘅能源危機，會當然面對。